过来消息来看，大高线花莲玉里三面路段，去年因为道路的困垮工程，有200多丛的山野树风毒死，嘛掠到3个嫌犯哦。花莲地方法院是判这3个人4个月到6个月有期徒刑。这是去年花莲玉里镇三面路段当日准备进行的第9线道路混跨工程，边仔有大约200多粒的山野树，互人落空灌农药，陆续死亡。检调后来发现，其中一位就是在地里长。当地的里长蔡姓里长还信誓旦旦说，太可恶了，200多棵被毒杀，一定要找出凶手。结果我们检调居然发现，他本身就是凶手。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滑稽啦。除了姓蔡里长，检调阁查出姓池甲姓范江的2位男性，其中姓池的男性迄阵是布昆基立委南区办公室的主任，即马虽然已经离职，但是投死老树的行为已经在当地引起争议。在开始查以后，刑主任他就直接就推下来了，他也知道这个事情一定会闹得很大可是我们不希望说是由他们3个来顶替这个事情，一定是某某人。跟厂商已经讲好了要怎么处理这些树木。专案经过1年的审理，法官认为讲3个人有坦白，事后也和公路单位调解，并且按照内容专业赔偿刷。另外形容3个人的状况，采取姓池的男性有期徒刑6个月，姓蔡的是5个月，姓范江的是4个月，会当1颗罚金。那我们也与当事人来做一个调解成立，那赔偿金额就是我们所说的施工赔偿金额，大概在162600多元。布昆基委员办公室是表示，这个案件是姓池的前主任个人的行为。布委员是当时参与第9线混跨工程的时，一直有在协调老树刷载的方式，并无任何违法的代志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